这片地很平整，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设备安装在这里。也可以，我们把水灌在我们这个花草树木这里，它们就会变得更茂盛。在冬天，牛们也不要怕吃不到草，也不要怕吃不到盐。我叫尼玛尔日，这是我们冬天的牧区。每年10月份，山上就开始下雪，到了冬天，我们放牧就会非常困难。牧民给牛喂草喂盐，要走很远的路。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零下20多度。牧民放牧时，不但会遇到暴风雪，而且还会遇到野生动物的袭击。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能给牧民建一个能全自动喂牛的牧场。姐姐好，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作用？设备没有电了，然后这里有个电量，显示电量的。实验投喂机是我们2023年的一个科创作品。当时东嘎措还是我们这里4年级的一个孩子，他当时给我讲了一下他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它的原理是通过Arduino主板控制，以达到一个全自动投喂的目的。它可以实实在在解决当地牧民生活的困难。后来东嘎措转学了，那我们这个项目就搁置了下来。直到今年，尼玛尔热和降华松格2个孩子找到我，我觉得这个科创的落地又有了一个希望了。所以我们专门去牧场实地去考察。我们现在要先去测量一下，量一下这个牛它的宽度。望一下，看一下它的身高是多少？我们的宽度是70厘米，那我们那个门的宽度要多宽呢？大约100多。门宽要大于70，我们的里面的长和宽都应该大于220。牦牛在门口发呆，那么门就会把它给夹住。下！如果小牛在母牛的肚子下面一块进去，那里面的盐够不够它们吃呢？我们在改进的时候，2个孩子在学习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最主要集中在牛的进出门设计上。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牛给赶出去。这个是哪个门呢？入口的门。那边呢？出口的门。门打开了，秤上有东西。它如果一直不归零怎么办呢？那这边加一个警报器，然后去把这个牛往外赶。想法非常好啊！我们云端2小地处于四川最偏远的市区县，这里的平均海拔都有4500米，氧气非常的稀薄，被人们称为生命的禁区。所以我们这里的一个信息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都是比较滞后的，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没有系统的科创培训课程，也没有完备的科创设施。在2023年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能不能在我们学校开创一个兴趣班，为我们的孩子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它的轮子转起来，它才能动起来，对吧？好。经过这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现在也有了机器人课程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科创的兴趣班。虽然说这些对孩子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只要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火种，我相信偏远地区孩子的科学梦也会有遥远的未来。很好。嗨，姐姐好！我们把以前的设备升级完了，下面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在入口这边加了一个超声波检测设备，如果小牛在入口不进去，那么超声波会检测到小牛在入口这边，所以警报器就会把它给赶进去。当小牛完全走到称上时，设备会根据它的体重分配食盐。当小牛吃完食盐时，出口的门将会打开。如果小牛在里面赖着不走，那我们的秤会感应到上面还没有归零，它会返回到主板，主板会控制警报器，然后警报器打开后，小牛就会出去，然后门就会关。这时我们的食盐草清洁装置就会启动，把里面剩的食盐给清洁干净。
姐姐，我们升级的可以吗？你们升级的很好，很棒，很棒，太牛了。今天的天空有了厚厚的云，风变得更加刺骨。或许明天天空就要下雪了。冬季的牧场上，我的爸爸和叔叔他们又要开始辛苦的放牧，所以我想，我们的全自动喂牛牧场如果能在今年冬天就建成，那该多好啊！我自己以前也是一名科创少年，是我的老师为我点亮了科学的梦想。今天，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年轻的老师。我希望把这份梦想继续传递下去，去照亮更多孩子的好奇心，去打开他们无穷想象的科学世界。老师，这个可以飞到黑洞的旁边吗？这个可以飞到银河系吗？老师，这个可以飞到宇宙的边界吗？可以啊，只要我们有科学的梦想，那就可以飞得很远很远。